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我想講嘅係近排一個比較 hit 嘅城市話題，就係觀塘裕民坊永久封閉。喺2021年嗰陣時，喺觀塘嘅剛剛落成啟用嘅新嘅裕民坊，曾經有一個模型展覽，其中一件重點作品就係舊嘅裕民坊，整得非常之細緻，同埋好有氣氛。咁我話當時就拍咗一啲片同埋一啲相片，而家剪輯俾大家欣賞。記得1972年海底隧道通車，巴士公司就開辦咗隧道巴士，其中一條101就喺裕民坊做總站。記得好開心，媽咪特登帶我去觀塘咧，就係搭呢一條101號巴士線。當時咧佢唔係喺巴士總站裏邊嘅，係喺街嗰度，喺裕民坊嗰條街嗰度嘅。嗰陣時嗰條馬路咧係雙向行走嘅，就唔係而家嘅單向行走。2010年嗰陣時，我上過去平台影過一啲相，上面都唔算污糟，都好乾淨好企理，都有少少老鼠味咁啦，同埋有好多幅名畫喺度俾大家欣賞啦，咁啊可以企喺度打下卡咁樣都唔錯。其實個小巴站都設計得唔錯，首先係有個嗰啲有蓋嘅行人通道啦，你落個車之後就唔怕日曬雨淋，跟住行過去咧就有個好廣闊嘅樓梯上去上邊裕民坊，咁啊後尾俾啲攤檔遮住咗睇唔到啦，咁啊另外有啲鋪頭咁樣做得嘅，其實嗰個設施都真係幾好下噶，咁啊嗰度啲小巴就我記得係去藍田同埋去秀茂坪。裕民坊啊，有兩間好出名嘅戲院啦，一間就係銀都戲院啦。銀都戲院我有幸當年咧，佢未結業之前咧，我就影過啲相。咁啊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寶星戲院，我就冇機會影到佢啦。但係我覺得喺呢個模型裏邊咧，佢呢個戲院係做得最好嘅，最熱鬧，好有氣氛啊！嗰啲人啊等開場啦，門口嗰啲小販啦，賣栗子啊，賣魚蛋、賣雞蛋仔啊咁樣，就真係做得幾有嗰種氣氛嘅。同埋咧，製作者咧唔知係咪好中意許冠傑嘅咧，又半斤八兩啊，又打工皇帝咁啊。另外咧就我而家睇翻啲舊相先發現，原來係正門嗰張畫咧係換過少林36房，後尾又轉咗做呢個劉德華嘅烈火戰車。
昨天的燈光儀式，你對未來又有冇期待呢？拜拜。